们现在正在度过12个月里最神圣的斋月，但是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和许许多多的家庭没有办法和我们共享斋月带来的喜悦。让我们想象一下，每天都给学生们免费发放面包的国家，那将是多么的美好啊！但是作为一个穆斯林，你们想想看，同样身为穆斯林的一个兄弟被强迫检查有没有封斋，我敢肯定你们一定也跟我一样感到痛心。而这里就是被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侵略的东突厥斯坦。可能你们都有听说过喝啤酒大赛或者是喝酒节，但或许这些都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或许你们会说，毕竟他们没有信仰，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但是让我们想想，这些事儿发生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的身上，而且是在神圣的斋月期间，人们被强迫聚集起来，做着这些有反于宗教信仰、有反于本土文化的比赛。而这里就是被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侵略的东突厥斯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想过，有时能够吃斋饭，而有时没有斋饭可吃而封斋的民族？到了开斋的时候，没有爸爸，有些家庭没有妈妈，甚至有些家庭谁都不在，就这样孤独的自己开斋的那些孩子们。而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被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侵略的让人痛心的东突厥斯坦。在科技发展的现代，为了早晨起来吃斋饭不被发现而点蜡烛照明的，但同时丝毫感觉不到安全的民族。对于有些人，早晨起来吃斋饭是多么的艰难，而为了同样一件事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民族，这里就是被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侵略的东突厥斯坦。让我们想象一下，100%都是穆斯林的一个社会，清真寺被强制关闭而转换成酒吧，神圣的宣礼被转换成赞扬中共的红色歌曲的一个社会，多么的让人感到羞耻和痛心啊！而这些都发生在历史长达1000年的突厥国家穆罕默德·喀什嘎里出生的地方东突厥斯坦。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些所有都是我们编造出来的谎言，但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是这么一个两面的国家。即使我们用尽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也难以描述中国所做的丑行。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发自内心的为东突厥斯坦祈祷，祈祷这些事情能够尽快变好。愿在座的各位度过一个美好的斋月。